下来而已，只有3个而已。可以坐前面吗？对啊，可以啊，拿出来就是要做的啊。哦，对了，我的饮料可以帮我传给我吗？哎，谢谢。哎，贤舅舅要唱歌，不要哭。那是我的小侄女，也是唯一的一个。啊，太满了，所以先喝一点。舅舅要唱歌啦。他很感动。自在甲我路马甲伊地来啦，我啥努力啊，每次人都苦呀起啦，伊让我无数年努打不离哈跟爱说明大把，马卡拉等啊古技术，阿嘎达瓦人苦呀嘎啥舍得，努嘎啥说啊努力哒，那无能苦的人艺术。Dala engkau datang masa ipinu karena aku alumia malah sejauhku kita ahoian oh iya wah iya na iya iya ahoian oh iya wah iya na iya iya sa ibinu karena aku alumia malah sejauhku kita ahoian oh iya wah iya na iya iya ahoian oh iya wah iya na iya iya简单，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总共分上下半场，目前的阶段是上半场第一首歌。上半场的主题是原住民频道，所以都唱母语歌。然后下半场，是不是唱国语的中文频道的，所以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
本来想说唱日语频道，可是最近好像很敏感。算了，没有这个频道了，今天暂时没有。真的吗？有吗？有。啊，不要这样。好朋友，好朋友。大家都住在地球，不要这样。然后前阵子都在忙啊，除了忙了自己专辑以外啊，又忙暑假的部落青少年的活动，还有丰年祭，然后中间出国2次都去日本，然后还忙一个最忙的就是舞台剧里的，暑假超夸张的，我很喜欢忙啊，因为我是那种没事会写不下来呀、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种郭栋的有没有？我比他们好一点点，对，就会自己，我觉得郭栋好好教导，应该会变得很勤劳的人，就是不要让他们破坏公务就好了。然后前阵子就因为去演舞台剧，去第一次去国家戏剧院，你们有进去过吗？有。我第一次进去不是看表演，我第一次进去就是去表演。我就想一想，那有点夸张了，就还没有进去过里面，虽然外面看起来像庙啊，还没有去过，也很好奇里面的那个结构啊是什么，里面的没进去过，我会好奇。然后那也因为演了舞台剧，所以舞台剧叫拉麦克。讲的是阿美族的一个年龄阶层的，然后一个年轻人一群高中生的故事，然后里面用了几首我的歌这样，然后当剧组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要定歌，就是因为以阿美族为主，所以大部分都唱阿美族的歌，族语歌比较多，然后他们居然选到了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虽然我以前没有很注意到这个作品，因为我一直把这个作品当作很轻松的一个创作。这首歌叫《火海洋》的，然后结果他们说他们要当作那个歌舞剧的主题曲，我觉得很夸张。然后真的假的？真的他们不敢相信，而且主题曲是那个国家交响乐团来拉的。我在想说这首歌在第一张专辑里面很素，因为从头到尾就人的声音跟单把吉他。我在想说怎么编的呢？如果把吉他抽掉，其实整个旋律是5声音阶，听起来像内地的歌曲。就不晓得他们怎么编的。当我亲耳第一次听到国家交响乐团，然后经过李勋老师编曲之后，我对这首歌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有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越难创作，因为只有简单的东西，它会有更多的空间去做之后的加工。我觉得那比较不容易，而在创作的当下，其实都不会发现这件事情的。然后我今天就想要唱这首歌，因为我很少唱，这首歌不好弹，因为从头到尾都封闭。今天特别改了一下指法，还不晓得手会被抽筋了。带着这首歌《火海洋》。Oh,
りより早おやいよい恋なるわないやなおはやいよい恋なるわないやなおはやおはやいよい恋なるわないやなおはやおはや敬你们一杯。然后听完国家校园乐团拉这首歌，我很震撼的。你们虽然没听过，但有机会啦，不知道有没有 DVD， 我想办法截取下来。我想办法，还没有说要截取啊。然后听完之后，哇，好棒，好好听哦。他说可不可以我整张专辑都变这样？人就开始贪心了，你知道吗？然后有一首歌，我以为他们也会选，可是后来他们没有选，可能他们怕唱完这首歌会下雨吧。这首歌叫《西域的妇人》，对，我很久没唱了，要不要试试看？好。我们外面天气也很好，我看会不会下雨，很快。没有啦，外面冷气在滴水啊，不要自己吓自己。
唱第1张专辑的歌哎。你知道我发2张专辑吗？有第一次听熊毅唱歌的有吗？有吗？啊，你们都听过了、哦？真的假的？有，还是你？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来听这场？无聊。先没事，我是很久没这样表演，觉得比之前应该说这半年的表演都搞得很花俏了。啊？偶像本来想往那边冲啊，我很想要做偶像，可是还好哎，你们都太淡定了，每次表演，你们的尖叫维持大概3秒而已，还要特别提醒你们要叫久一点。可是后来想一想，你们也辛苦了，那我们就安静一点没关系，淡定一点也好啦，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反正也很久没有这样表演，然后主要是那个啦，很爱表演的老板娘一直打电话给我。我在想说今天表演到底是谁，为什么不来？跟921差1天而已，昨天921知道吗？就是刚才碰到，昨天有碰到朋友，最近家里很不平安，就常回台东跑这样。前天才去看外公外婆的，外公外婆很妙的，就其实明明是阿公生病，可是阿嬤就自己以为他有病，然后阿公要去医院，他就说他也要去医院，他说他阿公是内脏不好，他故意要话题撇开，他说我是脚不好这样。对，我不晓得啦，阿公阿嬤很相爱的，他家也觉得很可爱的。就回去带他们去看病，然后中午经过都兰的，阿公就因为阿公的内脏不好，所以阿公都吃很少的，就是回去照顾阿公阿嬤的时候，阿公都吃很少。我说真的假的？然后因为都兰没有什么地方还可以吃什么饭就带他们去吃。阿公说他想要吃面，我很少看过因为通常都是阿嬤煮的东西，阿公才吃，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很少去外面吃东西倒是真的啦。就说吃面这样，吃面然后点那个什么馄饨面哦，就阿公很大碗啊。阿公给他吃完了呢，我在想说这也不是我煮的，阿公干嘛那么拼命？就是老人家可能觉得很难得看到小孩子回来，就孩子跟他一起吃饭，他就就真的就很用功把面吃完。其实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心情，觉得很好笑，又觉得怎么很心酸。可是这个暑假。我真的就很少回去了，要不然其实我每个月都会回家一趟，哪怕再忙，回去1天就代表，就像你们上班打卡一样，这样我回去打卡1天，代表这个月我有当过原住民。有那种心情啊，就觉得无论如何，哪怕是就去高雄表演，然后还要绕回去台东一下，然后再回去台北。通常都是这样的。不过这张专辑我还没有给阿公阿嬤听，因为暑假都没回去，就没有什么给他们听过了。不像上一张专辑，还会给老人家笑一下，他会笑我的母语唱的，不是就觉得很好笑。那我就很认真，然后再学习这样。好，唱这首歌《鸳鸯》。嗨哟欢，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嗨哟嗨呀，嗨哟欢，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哟嗨耶。哎呦欢，哎呀那哟耶，哦啊嗨呀
哎呀那呀yo kalau mako kapui mangorai sakara kara minanai to sagadaya bisa一直傻卡期待有马拉提带都卡古伊 bisa tak baru tu aku sapi kaliza tu damina有mata ya itamina dia sentuhku niaro Maraya mikuti Oh ahayana hayen Oh hayo ahayan Hayo ahayana yo Oh ahayana hayen Oh hayo hayan Hayo Marulai bifudingan maapra asamaan sakarumaka nikamalo Marulai bifudingan maapra asamaan sakarumaka nikamalo Oh ahayana hayen oh kayo ahayan ayo ahayan ayo Oh ahayana hayen oh kayo ahayan ayo ahayan ayo怎么？就唱歌，你安静一点呐、这种年纪我很烦恼的，因为他看起来像听得懂，又看起来像听不懂。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啊呀呀呀，你说什么？啊呀呀呀呀，他就是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很怪耶。对吗？西恩，你几岁？轩，就在叫你啊，你怎么可以玩人家家里钥匙啊？小朋友，1岁差不多跟喵咪的智商差不多，所以拿那个棒子给他逗他，应该他就了解了。不知道嘞，海豚还比他聪明一点。这很妙啊！真的，我不知道我1岁的时候感觉是怎样，我想问我妈妈。可是我妈不知道把我当什么。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夸张的，我真的没有看过，就不知道那别人鬼，现在不是都会
有人带小孩，发明很多种背小孩的方法嘛。我看到一个最夸张，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弄的，他也是一个背，然后小孩子上面也有一个背带的，他放上去的时候好像有魔鬼粘针粘上去了，放下来呢，它后面有一个链条，就牵着像是牵狗一样。这是谁发明的？他把他儿子当狗一样，还是这样牵？你有看过这种的吗？很新潮，不知道怎么会发明的。他说他一直到把它拉回来，粘在后面。不知道那什么，我是没有用过那种的，我觉得太奇怪，太像狗了。自己养小孩不是养狗呀，很妙啊，很奇怪。好，我回去再问我妈妈，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这首歌很久没唱了，铃铛当铺。有一首歌，其实以前有唱过，然后刚好这次碰到外婆，就跟他聊天了。
然后就想到这首歌这样。其实，在第一次我发片的时候，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带我外婆外公上来台北，他们那时候身体还比较好一点。2年前，2010年的时候，然后还跟他们一起上台唱这首歌这样。每次碰到外婆，其实外婆也很妙，就是看到她的时候，她总是会讲说：“你要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你现在得到的这一切，这样，不要忘记神这样。他每次都讲这个，然后一直讲到不要喝酒，还有这个有加果汁的。那意思说，应该说要保守自己的心呢，因为。就是不要学坏的意思，对不对？然后这几天又在复习，在唱这首歌这样。其实它是一首教会的歌这样。后来有传道人啊，就是他们把它就是用母语写的，其实道理就很简单。那原住民也真的很好骗，就全部都信主了。应该说，就是主拣选我们。唱出歌词了。Ci torno ai dove